你大概不知道，这阴阳万寿丹增加10甲子寿元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羽化门多少天资卓越的真传弟子，因为寿元枯竭，没能更进一步，身死道消，却无可奈何。别说10个甲子，就是增加10-20年寿命的灵药，都能引发一场血雨腥风。你这丹药太过珍贵，我不能要。我曾发誓，10年之后，要和华天都在天刑台上一决生死。如果我能战胜华天都，那自然已经修为高深，寿元悠长；如果战胜不了，便绝无活路。所以这阴阳万寿丹的10甲子寿命，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，还不如结个人情。你的人情，我龙轩今天记下了。